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！又到天同的时间呢，我是梁胜伦。今天要教大家接力杯霹雳舞。霹雳舞已经是台湾最流行的一种运动，嘛有纳入奥运屯六队运动会的比赛，而且跳舞可以训练我们的基础同我们的协调性。大家准备好了冇？更加同我向下运动。第一步，先热身一下哦。两只手并右一方，跳拿，为我的照片绕四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我哋慢慢稳片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接下来我哋下一步，我哋跟跳，为我跳前。扭一下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要么为我的后面扭一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下一步，我哋左手后空来，我右手顺出，慢慢空下去，我哋左边扭。买强用4秒钟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要么好诶，我哋稳片哦，要么稳我哋右手后空来，我哋左手顺出，慢慢空下去，稳我哋右片扭，买4秒钟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好，来下一步，我哋两只手并右一方，用我哋四步慢慢为我哋左片扭4下，要慢同我看下做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要慢稳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下一步，我两只手把掌，慢慢并离我太路鼻方，我脚慢慢打开来，右边的跟条慢慢下去，买4秒钟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安尼好啊，我也慢稳片哦，买4秒钟哦，一、二。3、4，下一步，把我的右脚慢慢伸出，好，我的手向用空叶片哦，买4秒钟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要慢慢的稳片，稳我的左脚伸出哦，买向用4秒钟，一、二。3、4，好，两只脚慢慢放落，慢慢放落，右脚脚掌，两只手的手掌，慢慢的为后面绕4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那边绕好诶，稳我哋左脚的脚掌，手的手掌。为里背绕，慢慢绕，哦，更强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我哋下一步，两只手慢慢交叉，我哋手空我跳拿方，我哋脚下放落，好，慢慢松起，还4秒钟，一、二、三。4，好，我哋身体不用强松，慢慢下来，接下来我哋两只手用条前，好，我哋左右片绕5圈，好，同我看我做一下哦，一、二、三、4、5，好，接下来我教大家係。
俺哋 PU 里杯摇滚步，伊个动作嘛系 two step， 伊个动作呢，虽然说是 two step， 不过它还是有些变化性的。好，啊亚曼，大家先同我看我做一下哦。俺跳前的动作，强用系安尼，俺右脚去跳前，数，卡紧跳交叉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安尼行记得冇？大家有记得冇？记得咧动作冇？让伊摆哦，伊咧 two step。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动作大家有冇？下一步，大家同我做伊个无强用的动作，嘛，我哋嘛喺强用，先左脚，右脚，呢条线扔下去，嚟左脚处理。也慢我哋左脚哦，大家注意下哦，左脚松落，我哋右脚放，我哋左脚让处理。下一步，我哋左脚慢慢鼓落，右脚处理，右脚空我哋左脚好，空下以后，我哋右脚处理，系啊你，让伊摆哦，脚样做一摆哦，5、6、7、8，右脚，然后1、2，左腳空鬆空下落，3、4，左腳鼓落，5，右腳處理，6，右腳空鬆伊，7、8處理8，安尼點冇？有人擺哦，又慢慢左腳嘅哦，大家同我聽我做哦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有人擺哦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大家安尼有記得冇？好，要麼我數啊，我第二個八的數，我數同我看我做一下哦，來，我數打開嘞，微調前處理。我數鼓落，為我右片處理，好，讓一擺，3、4，好，空來先來，大家先空來做一擺哦，6，好，我數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一擺哦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也慢，我哋數同我腳，向我做一下哦，慢慢做，同我向我慢慢做，好。第一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讓你擺哦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啊你有啲冇？讓你擺哦，又慢慢做腳嘅哦，大家準備好冇？同埋看下做腳嘅哦，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讓你擺哦，來，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還記得我踢的動作冇？也咧，大家先同我看我做一下，慢慢做哦，慢慢做，我哋樣樣講第二個動作哦 ，OK？ 來，大家同我看我做一下。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
8，要一百哦。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大家有听到我哋荧光嘅冇？要唔同荧光一下哦。来，大家来身体，来跳看下看，不用享受。有听到荧光冇？来哦，5、6、5、6，同下看，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要一百哦。哎，5、6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大家好不好嘛？要一百哦，最後一百。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前面動作先倒一片哦，要慢下一步，做數操一下，要慢大家數慢慢空下來，跟條慢慢下去，右邊跟條哦。頭多嘅動作，大家好唔好嘛？地下同線上好先動作哦。要麼我教大家係我哋霹靂舞里杯搖滾步，也搖滾步動作名稱叫做 Indian Step， 也可以叫它 Two Step。我哋大部分都係 Indian Step。好，要麼同學叫我做一下哦。要麼我數打口來。微調先交叉，慢慢下來，處理交叉，處理好。我前面一個8先慢慢嚟做哦，一個動作停2拍，我哋一個動作停2拍。好，同學跟我做一下哦，像安尼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大家有點冇？兩做一百哦，來數本眼一下，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接下來我教大家喺我哋我腳嘅動作，好，我右腳為我哋右邊讓下去，左腳微調前讓下去。一片大家記得咯，我哋腳尖要向落背哦。我哋處理嘅腳尖要向落背，好，大家記得咯。讓一擺哦，咁樣一擺。來右腳先出去，讓下去，左腳調前出去。大家要記得我哋身體向我哋咧左斜方的方向，左斜方向，讓一擺哦。要慢，右腳讓下去，左腳調前出去。好，唔看到我嘅身體向內嘛？左斜方，好，我哋左斜方嘅方向哦。好，要慢，我哋左腳鼓落，慢慢鼓落，讓下去，右腳微調前，讓下去。葉片大家要記得咯，唔要曲用，我哋腳尖要向我哋落背方向。好，大家要記得咯。讓一擺哦，來葉片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，好，讓一擺哦。
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俺跳前的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俺一动作，停2拍，一动作停2拍，大家先看来做一下哦，要不然像安尼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要一摆哦，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俺跳前1个8，俺嘿慢慢的做，也慢俺第2个8，要做夹的哦，大家先看俺容易做，5、6、7、8，右脚左脚左脚右脚左脚左脚右脚，大家安尼有啲冇？要一摆哦，大家可以突然听我做哦，来5、6，来慢慢的做，慢，处理样慢，我会做夹的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大家安尼有啲冇？冇要紧，来搞一摆哦，来先慢慢的做，右脚让下移竖交叉，啊叶片，俺的左脚跳前让下移的时阵，俺的竖慢慢下来，处理打开来，俺的竖打开来，也慢俺的左脚过来，俺的竖交叉，好，俺的右脚为跳前让下移。竖慢慢打开来，嘿，都同样的动作，吼，啊，只是前面过慢，后面会做夹的哦，好，先慢样夹，吼，大家安尼有啲冇？来，大家来一样同样做一摆哦，先听俺的拍子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大家听音乐一下哦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夹的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大家动作，前面。我先做叶片哦，好，下一步我来先做竖槽一下，来，我竖慢慢空下来，来右片的跟条慢下去，来稳片，前面动作大家有好袂无？要记得明天要臀身上好好运动一下哦，你的身体很精神。要么越来越好哦。等一下，我哋会带来精彩霹雳舞的表演，让大家欣赏一下哦。Alive, let's hit the dance floor. Don't work too hard, might break a backbone. Return of the Mac, the king is back though. Corvette and cash, I never lack those. She saw the stone, you know how that go. Fatality, my diamonds that cold. Versace trunks, I hit my backstroke. Knock on the door, she at the back, bro. All I really take is a little taste. Island girl, blue eyes with a little bass. Here for the thrill, I don't need a chaser. Wanna vibe at the getaway. Shimmy, shimmy, yeah, I got the semi-4 weight. Don't step out the line like this a probate. You hit the line and try to locate. This for the time, got time for no day. One, too many, I'm going. Too crazy and I got bad ones and they ready. A good time, so now it's into it, we left that. Can't remember anything, but I know we got lit.